县消防局伫斗南国小来举办小小消防员的暑期活动，除了让小朋友来了解到消防人员的辛苦，嘛要让囡仔来建立到正确的救生拍火观念。学生囡仔对二小的指示，将急救动作做甲正确实。为了建立防火防灾观念，云林县消防局伫休热时办小小的消防员的训练营。 参加学生囡仔拢正认真的学。那如果有人救出来的话，也希望能够用 CPR 或者赶快用绳结的部分把它那个救出来，来送到那个医院去做那个急救的一个处理。好，小小消防员的训练营要有2场，分别伫7月16甲8月12要伫虎尾办。 消防局嘛讲，透过这个营队的训练，让囡仔哪算哪学防火防灾知识，并且伫甲消防同仁的互动中，建立正确的防火防灾观念，了解消防工作的重要性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